徐小姐，您无大碍了吧？哦，没事。哎呀，徐小姐，您安然无恙，真是太好了。对了，毛森已死，先生不必再担心了。我看你也有些太后知后觉了吧？再说了，我这脱困跟你也没什么太大的干系啊。是，小的明白。这一整天啊，小的都在尽心尽力地替先生办事儿。这没有功劳，也应该有苦劳，不是？小的只是想一心在先生麾下效力而已。先生身边不养闲人。我决定跟着先生，就明白前路艰难，但我沈耀庭绝对不是贪生怕死之辈。我为先生卖命，是因为先生给了我人生当中第2次机会。对于这样的机会，我沈耀庭肯定不会轻易放手。所以说，请徐小姐不要怀疑我的决心。可是先生这儿不缺你这样的人啊。徐小姐，只要毛森留下的那颗棋子还在，我就有留在先生身边的必要。我有一计，可以找到这颗棋子。说吧。先生啊，可以准备一份大礼给金井武夫送过去，就说是赠给那位打死毛森的英雄，金井武夫肯定会欣然接受，并且把那个人当场叫出来。这样一来，谁是那颗棋子，我们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你说的倒有几分道理，可是先生跟我说过，他与金井武夫见面，一定要单独的。再说了，我想先生应该自有他的安排。好。冈崎圭佑中尉，恭喜你荣升情报4科。老师，您何必挖苦我？我能够进入情报部的重要部门，全靠您的指点。我是在恭喜你。新的环境，你将遇到新的对手，你面临的将是陌生的、危机四伏的险境，你懂吗？我懂。情报4科的所有人，将是我直接面对的敌人。你的面前是一片沼泽地，危险、孤独、压力，你将独自承担。
我作为你的老师，知道你的处境，却不能为你分担。这些学生很清楚。从孤儿院看到你的那时起，或许就注定了你现在的命运。这些年你恨过我吗？其实，当年你从孤儿院把我领过来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把你当成我的父亲。哪有做父亲的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上战场？时运如此，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，我也不会与您相见。这几样是你爱吃的菜，有机会就多吃点儿。记住菜的味道。记住菜的味道。
喂，徐小姐，谈判地点定在半岛酒店。好，我这就去通知洋行那边。听说你昨天杀人了，就是参加了一次普通的行动。我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的权利。人为什么要剥夺别人生存的权利呢？因为立场不同吧。他们做了很多不利于我们的事情。什么不利于我们的事？就是坏事，因为他们都是坏人。那我们呢？我们的家在日本，可我们却抢占了别人的国家，还杀了他们的人。那幸太郎你、我还有大佐，我们是不是都是坏人呢？韦景君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怎么了？冈崎君，有事吗？有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锻炼过筋骨了，不知道韦景君可有兴趣跟我去一下道场？我在道场等你。有些事，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去忙吧。好。以敲响战鼓的方式向我宣战。冈崎君，这样的切磋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切不切磋，由不得你。既然你选择了开枪，就该知道，你我的较量已经开始。我是身不由己的。本应是一场点到为止的切磋，你却当成了生死的搏杀。是对方掀起了杀意，他破坏了比赛规则。破坏比赛规则的那个人是你。
我住手！大佐找你们。扰了你们在剑道馆的兴致。今天找你们来是跟毛森有关系。魏景，最后见到毛森的是你，他没有在你面前说什么吗？他跟我说了有关南京政府和76号的事情，他想带着徐乃娇和吴安娜投靠南京政府。不会是你的情报有误吧？毛森与76号水火不容，他就算再走投无路，也不至于想出这个办法来。他完全可以逃回重庆。电侦课截获了76号与南京政府的电报，证实了韦景军的说法。毛森手上所掌握的重大情报信息，是南京政府所渴望得到的。所谓有买有卖，他自然把76号当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。毛森选择投靠76号，自然是考虑以利益为上，但他也知道大佐能给他的远比南京政府要多得多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仍然愿意投靠南京政府。可见这个人顽固不化，不可逆转。我早就说过，合则上，战则下。大佐，吴安娜到了，在会议室。哦，知道了。金井先生。吴小姐，欢迎欢迎，请坐。不了，我来有要事向金井先生转告。请讲。关于双方见面的地点，公司定在了半岛酒店的701号房间，后天中午12点。那我就随了吴小姐的愿，半岛酒店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届时，金井先生一直想见的人会准时出现在半岛酒店701号房间，请金井先生务必独自到场。感谢吴小姐的传话了，我必定准时到，单独到场。那好，我走了。好，吴小姐请留步。请吴小姐在外稍后，我为吴小姐准备了一点小礼物，一会儿派人送过去。您太客气了，谢谢。慢走。将会更有利于我们了解重庆来的那个人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安娜小姐，这个是金井先生送给你的礼物，请收下。谢谢。
请等一下。安娜小姐，我有些私人的事情想问你一下。我想了解茂森死亡之前的一些情况，毕竟你是当事人。毛森确实亲口承认，他要和76号的人合作，而且当时76号的人应该也是在码头上出现过。毛森还亲口提到了丁默村、汪精卫。总之，当时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到的话，我恐怕已经在去南京的路上了。安娜小姐，如果再有选择的机会，你还会常回济南吗？没有如果，但的确存在选择。在这样的乱世里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问心无愧。替我谢谢金井先生，请留步。再见。老师，我相信您绝不会背叛党国。这件事情，我一定要查清楚，还您清白。还钱！哥几个，一有钱我马上还给你。真的，我大成，你们相信我们总是下一次啊！别废话。你们放心吧。大成，你们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啊！还钱！别走啊！哎，你还钱！吴小姐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就是误会。你走吧，上车吧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，吴小姐，您上车。知道这个地方吗？知道。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哦。王同志，安娜现在还没有到，我到楼下去看看。好。吴经理。啊，杜老板。杜老板，好久不见。啊，吴经理，您真是贵人多事啊，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啊。啊，吴经理，楼上请。我这儿还有一个人，您不介意吧？倒是不介意，只是有些事情不好说。要不大成？没事，吴小姐，我还是在楼下等你吧。好。好，吴经理，请。哎。大成。哎。你看，你跟着我也挺不容易的，总不能让老板觉得我亏待了你。
这些钱你随便去买点吃的喝的。谢谢吴小姐。安娜小姐到了。老王，好几天没有联络到你，我还打听到码头那边出了大事。毛森想挟持我和徐乃娇去投靠汪伪政府，最后他人死在了天亮的手上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双方已经敲定了见面的时间，后天中午12点，半岛酒店701号房间。天亮打死了毛森。是的。冈崎圭佑那边岂不是更加难以控制？本来我们还计划要将他排除在外。到时候在701号房间见面的只有曾平和金井武夫，所以我们暂时不用考虑冈崎圭佑。不过，我们不得不防备他的情绪。按道理说，毛森的死对他的打击肯定是巨大的。可是这个人有些不正常，我觉得他的反应太平静了。告诉天亮，这几天要时刻盯着冈崎圭佑。明天，必须在明天，你、我、天亮，我们3个人一定要见面，一起商量一下后天在半岛酒店如何阻止曾平和金井武夫的会面。这一步的确要走得慎重小心。天亮，他对金岩同志不是很放心。既然上级领导对他有足够的信任，我们就不应该质疑他。好。先生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心里有事睡不着啊。早点起来，让我脑子清醒一下。看来日本人是要对香港动手了。目前日本陆军和海军只是在兵力部署上已经有这个倾向。在我看来，这种部署和战争无异。金井武夫在日本军方代表主和一派，远不如主战派的实力。战局的部署不可能因为一个身在香港的主和派就停滞不前。可是，既然这样，那和谈还有什么意义？日本军方这样做，可能有2个用意：一则是剑指香港，警告英国人，这也就能明白英国人现在的反应；二则是向金井武夫传达一个信号：和谈时日无多，延误1天，可能就会错过很多战机。毕竟主导日本前进的方向还是战争。如果日本人和英国人牵扯上关系，就等同于牵扯上整个欧美世界。金井武夫顾虑的东西多了，他自然会迎合上我的节奏。这和谈的天平，不知不觉也就倾向我这边了。可是我还是有些担心。明天你在酒店里办一桌中式酒席。酒席？先生想和金井武夫在酒桌上相谈？对。如果金井武夫入了我的席，我是主，他是客。中国人不是讲究在酒桌上就把事情谈成了吗？双方就这件大事能不能继续下去，那全要看这顿酒喝得畅快不畅快。如果我跟金井武夫在酒桌上都谈不来，那就更别提在和谈桌上了。乃娇受教，我这就去安排这件事情。还有，先生明天的行程，我好着手安排。你只管办好你自己该办的事情，和金井武夫之间，就是我的事情。乃娇谨记。队长，
这怎么无缘无故的到公司来查账本？是不是有点不太合规矩啊？规矩，我就是规矩。上面因公下了命令，所有和中国业务来往频繁的公司，一律都要查。你们陈记榜上有名。队长，你看我们公司往日都是您照顾着，这一次您看是不是啊？我们也是秉公执法，快点查，仔细查啊！查仔细点儿，快点！怎么了？突然来公司检查账本，查账。等一会儿，我们还要搜查呢。队长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你谁啊？请。什么事儿啊？麻烦你给威尔士局长捎个话，您就说陈记商贸的老王，过些天想请他老人家一起出海钓个鱼。怎么，你认识我们局长？威尔士局长下周要返回英国封爵位受勋，这要是在他老人家离开之前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，我们的账本都在这里，你们随便查。至于搜查嘛，您看我们这儿乱哄哄的，是吧？收队，把账本带回去查。哎，好了，干活，把外边东西都卸了。走。来，接着干活。这英国人怎么会查到我们公司了？我们是不是该转移了？立刻转移，反而会露出马脚。再说这些账本也够他们查一阵子了。咱们现在的工作重心，主要还是在如何应对日本人和重庆方面在半岛酒店见面的事情上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就绪了。老王同志，密电，出什么事了？日本人在广州有动静，而且动静不小。英国人或许就是受了这个刺激，才有了刚才的举动。那上面有没有新的指示？上级领导要求我们要时刻掌握现在的时局状况，灵活机动。万一谈判双方有什么重大变化，我们也好有个准备。好，明白了。我去看一下金岩同志的情况。好。
韦景君，找我有事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看你在忙什么。我没忙什么，要不进来喝杯茶？好啊。大佐，上海方面急电，是真田将军亲拟的电报。真田吉一郎，嘿，看来军部要针对香港动手了。对香港动手，那就是要对英国动手，这是要将战事扩大的举动。大佐，真田将军，这是在向您下达最后通牒。如果和谈还不能取得进展，军部那帮脑热的战争机器就会发动更大的战事，到时候帝国就会被卷入更深的泥潭。所以，和谈不能出现任何问题，您本人也不能出现半点差池。您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，双方见面的时间和地点，完全可以由您提出来？木村，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被重庆方面的人牵着鼻子走啊？是的，我认为您一直被重庆方面所主导。不，你错了。这场和谈的最后结果，不是我求着他们，而是他们求着我。木村，你明天要办好一件事，让我准时出现在半岛酒店701房间里。嘿。一杯苦茶，请韦景君品尝。怎么？担心什么？在道场里，你差点要了我的命。现在又泡茶给我喝，我是不是应该有点受宠若惊啊？这茶是我一位故人送的。故人送我茶的时候，也是这么说的，只不过你们俩的语气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他送我茶的时候，我听到的这些话都是关心。像一位父亲对儿子的那种关心，而从韦景君嘴里说出来，我听到的
却是指责。来，我们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？毛森的死。毛森死的正是时候，多么的恰当！他的死可以让大佐继续他的计划。现在，半岛酒店已经成为了英国人的重点看护目标。凡是要进入半岛酒店的人，必须要接受检查。虽然双方见面的时间定在了中午12点，但实际的情况是，我们无法控制其中任何一方早到或者晚到，但我们一定要让这2个核心人物错开足够的时间进入到酒店的房间里。所以，安娜、天亮，你们2个人一定要在彼此的队伍中发挥出最重要的作用。